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48首。冬天过去，雨水停止。冬天过去，雨水停止，花开遍地，鸟只吟诗。声嘶等待，声嘶咽鼻，我心所爱，甲我冬天。耶稣我主，我心所爱，愿我心事永远相你。悠悠山谷，切切思念，甲你同行，永远相你。求你准我看你的美，求你准我听你的声，你声温和，你人清秀，我心所爱，甲我同行。耶稣我主，我心所爱，愿我心事永远相你。悠悠山谷，切切思念，甲你同行，永远相你。听我的主，我跟过你，离开黑暗阮目山岭，遍地花开，明鸟吟诗，地里脚步，甲你同行。耶稣我主，我心所爱，愿我心事永远相你。悠悠山谷，切切思念，甲你同行，永远相你。以西结书是先知伊所得到的异象，伫最后的这9章有一个领主来带领伊去到伫这个天顶圣殿的异象规模来做参观。昨是看到圣殿内院甲遮的房间，到伊伫圣殿的围墙的所在。今日要来看上帝伊的恩典，要搁一摆来充满伫圣殿的中间，是一个真互人感动的时刻。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了后，迄个人带我去东的门，看咧，以色列的上帝的恩典对东边来，伊的声亲像大水夜引哗哗吼，地因为伊的恩典发出光彩。这个异象甲以前我所看见上帝毁灭耶路撒冷的异象，以及我伫加巴罗河边看见的异象相款，我就趴落涂骹。上主的恩典对东门进入圣殿，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带我入去内庭。伫遐我看见上主的恩典充满圣殿。先知以西结有一个亲像人的领主。我有分享，我认为这个人可能就是主耶稣，因为伫启示录的1章15节，甲但以理书第10章6节，所描述的，亲像有主耶稣的这个相款甲威严。这个人带以西结伊来将圣殿对外院到内院，到圣殿内面，搁到圣殿边仔的房间，搁到圣殿遮的围墙，遮的门，拢行了后，伊然后带伊来登到一个东的这个主要的门，然后伫这个东的主要的门，先知以西结看到迄个时，上帝因跟搁入来。所以伫第5节所在，灵将我举起，上帝神甲伊举起来，带伊入去到内庭。伊即马是徛伫圣殿的即个东门的所在，上帝神甲伊带入到内院，然后看见整个圣殿充满上帝的恩典咯。这是伫以西结书的第1章第4节的时阵，迄阵先知以西结又看见上帝的神甲伊举起来，然后伫以西结中间伫到第8章的时第9章的时到8章开始，然后到第10章伊看见上帝恩典来离开圣殿咯。但是对即马43章。伊佫看到上帝恩典，佫一摆转来，所以这互伊会当讲非常的感动哦。
过去上帝因要离开时，伊爱传达的信息，拢是报忧不报喜，拢是定罪，拢是上帝要来毁灭。总是到即马，上帝因跟搁一摆转来时，也当讲这所有代志拢告一段落。上帝因跟充满圣殿，这是伫所罗门王去做圣殿列王记上卷第8章。甲历代志下卷第5章，拢有这记载。但是这边的记载呢，是这个天顶的圣殿，伊无讲什么人去做嘛，无讲当时完工，伊只有这个人主出来去导览了，然后就伫这个时，上帝因跟上帝神就甲伊举起来。咱继续来看第6节，迄个人徛伫我身边，我听见有一个声对圣殿甲我讲：人主啊！这是我的宝座，是我的脚点。我要永远住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以色列人甲因的君王，袂因得过因为拜偶像行淫乱，还是因为君王的尸体亵渎我的性命。因将王宫的后殿起伫我圣殿的后殿，搁将王宫的门条徛起伫我圣殿的门条。因甲我的中间，甲搭隔一堵墙。因用这个通仰恶的事亵渎我的性命，所以我发大受气，甲因消灭。但因袂因得搁拜偶像，搁着将君王的尸体刷离开我神的所在，我就要永远住伫因中间。这个时阵，先知伊听见有声对伊来讲话，这个声伊的发言，甲伊所要表达的，会当讲是第一人称单数，就是我，是上帝家己本身在讲话所以伫好学本讲有一个人伫伊的身边，这个人检测就是这个领主，就是带领伊的导览。然后伫好本讲是这个人来对伊讲话，所以伫这个所在有人留意讲，这个人就是上帝，就来引带伊的这个导览员，就是上帝本身。但是咱讲伊是耶稣嘛是真适当因为耶稣是信父、信子、信神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不管安怎样来带领对40章开始导览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真无简单的角色伊也会当以世界对咧伊的身躯边安尼来看是一个荣幸。总是这段上帝第一人称发言的内容就是讲这是伊的宝座，是伊的脚点，这是伊所徛起的所在这一切拢是伊在掌管的。伊过去因为上帝过去因为以色列人因亵渎上帝名，所以上帝对因来发受气。但是即马上帝受气已经来报好完毕啦。上帝统计巴比伦也好，统计这外国人也好，甚至连这列国，上帝嘛拢有做处理。伫这处理了，上帝伊的这愤怒拢来除去，所以上帝要搁一摆来甲遮伊家己的百姓子民要甲因来建立新的约。上帝也要将伊的神管伫伊的百姓的心中，互因毋是石头心，是肉心，互因会当来遵守上帝的话，乖乖听主的话。安尼这段讲主就要永远踮伫因的中间因为因过去安尼拜遮的偶像惊上帝所减恶的事，甚至呢，搁将遮死的遮的君王，来对用伊的尸体，就是甲亲像咧拜死人共款安尼来得罪上帝。但是遮的上帝，遮的代志，上帝拢去互因诚做过去，所以上帝要来改变因咱继续来看第10节。人主啊，你着将这个圣殿的设计指示以色列人，互因让圣殿的大小对安尼为晓为着家己的罪恶感觉见笑。因为着家己的行为感觉见笑，你着将这个圣殿的设计、款式、出入口、所有的设计甲规例、所有的款式甲条例，拢甲因讲。你着伫因的面前将这个写清楚，
互因通照即个圣殿的设计甲规例去做。圣殿的条例是安尼：圣殿着起伫山顶，圣殿的四周围是柱形，着画基地，这就是圣殿的条例。原来即个使者领主带领先知以西结，安尼用心的参观，其实拢爱伊笔记，嘛爱伊记落来，因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讲互以色列人知影，以色列人因知影这个圣殿的目的是啥物？目的就是知影这是上帝因要永远敬拜上帝的所在，是要知影这是因要永远上帝伫迄个所在，永远伫你的所在，这就是上帝的厝，这就是上帝的家，毋是人的手为上帝所起的，是上帝家己所安排，上帝家己所设计，所以才有圣殿，包括伊的规例，包括伊的款式，包括伊的条例。包括伊的出入口，安尼拢总有7项。这个上帝拢爱以世界来指示以色列人，互因知影规矩，互因照上帝的所爱去做。这就是圣殿的条例，还是讲这就是圣殿的律法。这就是一个 law，这就是一个规矩。所以先知以西结，伊伫这个所在，伊来领受的，就是当时上帝家己所完成的这个拿度嘛是出自上帝，毋是出自人的手，毋是出自什么人的设计，是上帝已经拢完工的好势。13节，这段的寸尺是这段的基座悬50公分，宽50公分，四周围有盾，宽25公分。第二站基座悬1公尺，宽50公分。第三站基座悬2公尺，宽50公分。露台就是上顶面站，悬2公尺，顶面有翘起来的四支角，悬50公分。露台长甲宽拢是6公尺，是4方的。基座的长甲宽拢是7公尺，是4方的。四周围有盾，宽25公分。基座四周围宽50公分。上这段的徛啊当边，所以伫上帝应邀转来，上帝伫圣殿的内面，对先知来讲话，然后讲话了，马上就是看到这个祭坛，连伫这个后壁，这个祭坛，若照这个规模来看，是非常的悬，非常的大。虽然无讲这个祭坛是伫什么所在，但是若按照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是摩西大的会幕来看。这个祭坛应该就是伫这个内院的所在，就是伫这个圣殿对东的这个门中间头前这个内院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所以伫迄个要去的祭坛献祭，就要向圣殿，其实是向西啊。咱咧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咱有看到有一群人因遮无拜上帝，是表面上是拜上帝，但是这个先知伫异象中看到因拢咧拜日头，拜东方的太阳，所以因拄甲这个祭坛是相反方向，就是向东的拜外块的神明，但是若是这个祭坛是背起哩，爱向西边，就是向耶和华上帝迄边咯。这个祭坛呢，顶端这个寸尺也真悬，有三沿，然后呢，伊这寸尺也真宽，甲摩西时阵、所罗门的时阵，拢是真无相像的。小等咱会看到一个图，18节，至高的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下面是有关祭坛的条例，祭坛做好以后，就伫祭坛顶面献烧化祭。向献祭的血，你着牵一只牛公交互属乎我的祭司，就是利未之族撒都的后代，献做赎罪祭。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你着摕牛公的血，我祭坛翘起来的四支角，甲露台的四角头，以及四周围捅出来的盾。你着安尼做来洁净祭坛，互伊清气。
你着将赎罪祭的牛公仔带去圣殿外面，伫指定的所在烧掉。第二日，你着献一只无下厝的山羊羔做赎罪祭，洁净祭坛，亲像用牛公仔洁净祭坛共款。祭坛洁净了后，你着牵一只无下厝的牛公仔，甲一只无下厝的绵羊羔，来到上主面前。祭司着向盐伫因的身躯顶，将因做烧化祭献互上主，连续7日。你着逐日献一只牛公仔、山羊羔、甲绵羊羔做赎罪祭。遮个精神拢着无下厝的。这7日内，祭司着逐日为祭坛行洁净礼，互伊清气，甲伊分别做圣。第8日，祭司着伫祭坛顶为人民献烧化祭、甲平安祭。安尼，我就要接纳恁，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应邀对东边，搁转来到圣殿内面，充满荣光伫圣殿。然后上帝伫圣殿内面，敢坐伫宝座顶，在对人在讲话。上帝讲的话的内容，就是伊要永远做伊的百姓的上帝。伊的百姓就要永远接受上帝的指示，伊嘛爱来明白这个圣殿的规模，甲遮的条例，甲遮的款式。然后，因就爱来完成上帝所要求的遮个献祭、遮个礼仪，甲遮个精神的奉献，来补足因甲上帝中间的亏欠。所以，这段真悬啊！好，咱来看这个图啊，是伫这个内院的中，会当讲是十字架的交叉口。好，会当讲这个圣殿，这个这段爱去你真悬的所在。好，这个侧面图你来看，中乌乌这个就是所罗门迄当时的这个这段，只有占安尼只有大概大小看起来可能只有1/10，但是伫以西结伊所看这段规个规模变真大，搁爬楼梯去到真悬的所在，然后呢，搁爱用8天的时间对第1日摸到第7日满。第8天的是8天了后，这个祭司才会当伫这个顶悬来献祭，来互人甲上帝中间的这个罪恶，拢会当来除去啊。所以是非常这个高感，也是非常的慎重啊。今日这张43张金句，用第50，上帝神甲我举起来，带我入去内庭。伫遐，我看见上主的恩光充满圣殿，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摆来到伊的面前敬拜伊，咱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咱当看到上主的恩光充满伫伊的殿院的内面。今日这张感受，就是我看见先知以西结伫伊足少年时阵25岁。伊看见上帝应邀来离开圣殿，经过20年的服侍了后，伊看见上主的应邀，搁转来到圣殿这个异象，相信一定非常的感动。这20年的中间，经历算袂了的悲伤，这痛苦、指责，也是警告，甚至对真侪人对伊无理解、无了解，你太会当安尼，你的某死去，你奈会安尼，等等，你安怎？真侪人对伊来指指点点批评，也是踢笑伊。但是伫这个时阵，先知以西结对来讲，伫上帝应邀内面，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也或是互咱看以西结书，对一开始读到即满，一个真大的安慰，甲一个感动。今仔日是10月23号，伫1915年，伫美国的纽约，有3万的富人人，因伫第5大道，伫遐来游行，要争取啥物呢？争取就是伊嘛爱有普通的选举权所以100年前的美国，110年前的美国，嘛是男女不平等。
好，但是咱看去美国，吼，即马诚做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好，咱咧台湾的社会，吼嘛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甲一个国家。好，这拢是过去的人因所努力争取的，好，咱就爱尊重，好嘛要好好来珍惜。1930年啊，蒋介石来受洗礼，好，伫10月23号，好，为着要来娶宋美龄啊，好，所以宋美龄，好，伊的老母要求，好，这个蒋介石一定爱做基督徒啊。好，爱受洗礼。1973年，好，这个爆发赎罪日战争，好，第10月23号，联合国好停火令，好，正式结束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的这军事行动啊，好嘛，促成这个以色列复国，好，这个不是的，是的，伫这个赎罪日战争，好，以色列当得到喘息的空间啊。今日是联合国所定这个国际云豹日啊。好，就是对这个濒临绝种的动物云豹，好，咱就要好好来珍惜。好，今日暗时咱伫教会7楼有要举行陈立志长老家庭的安慰礼拜，好，也愿上帝神，甲立志长老为主，甲咱敬兄这上兄弟姊妹是甲同在。今仔日的祈祷要用约翰福音第1章29节到31节。隔日，约翰看到耶稣行我来，就讲：顶看上帝的羊羔，要除去世间人的罪。关系伊的代志，我捌甲恁讲，伊比我较慢来，总是比我较大，因为我还未出世，伊就存在。我家己嘛毋捌伊，毋过我来用水甲人洗礼，是要互以色列认捌伊。耶稣是上帝羊羔，所以咱伫今日这段圣经在中间，耶稣已经做了牺牲，咱所带去的就是咱家己个人，就是将会当带到上帝这段来献互上帝，也愿上帝干纳咱所献的，会当来荣耀主的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同去今日这段经节，互阮看见上帝你的荣耀，要充满伫你家己的圣殿，这个也代表有表，阮伫地上虽然有苦难，总是主你已经赢过拢总的苦难。耶稣基督诚做上帝圣洁的羊羔，也为阮来牺牲，伊要诚做坐伫宝座顶尊贵的羊羔，伊也要甲主永远坐位，永远治理，永远掌权，也愿上帝帮咱管。互阮会当欢喜，将阮家己当作活活坐来献互上帝，是圣洁的，也是上帝你所欢喜的。帮助阮无来军队这个世间，就要心意变换改心，互阮会当来超找上帝你所欢喜善良顺转的旨意。也愿主圣神保惠师时时刻刻甲阮指点，互我引带阮来行伫正路，也是上帝你所欢喜的路，讲上帝你所欢喜的话，做上帝你所喜爱的事，来高举你的圣尊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感恩，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命我要永远尊重，主我上帝至关至大。为人前途
你有恩惠的有怜悯，无太受天主爱无尽，是阮因一切受造。用心感谢，用水学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